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6月10号中嘉台南电新闻。但是目前已经有20例对境外入来天高的病例，市府为了有效防止疫情爆发，召集各局处以及国营单位、国军甲民间业者，想举办防疫誓师大会，呼吁民众千万唔通疏忽，一定要做好自清的工作，全面做回来对抗天高热。高雄市目前已经有12例本土性天狗热病例。其中有3名病例伫发病期间，搁来到台南市活动。市府唔敢答应。6月5号，伫病例活动的区域进行化学防毒以及除清的工作，希望将疫情发生的可能降到上低。同时，搁召集市府各局处、国营单位、国军以及民间业者做伙动起来，确实做好除清防疫，避免疫情爆发。对于邻近的县市有发生本土性的病例，我们当然是戒慎恐惧，而且事实上是要高度防范的，因为登革热是不分蓝绿的，也不会蚊子也不会只叮蓝不叮绿，这个部分绝对没有这回事。所以更何况大家可以看到，在2015年才能发生登革热的时候，也其实我们都要启动区域联防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嘉义、屏东、高雄、台南，我们这4个县市最好都能够有一个区域联防的概念。过去也曾经有县市治理、区域治理平台，也是跨县市的边界，我们有一个互相支援的体系。因此呢，如果隔壁的县市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们一定尽全力配合。台南市目前虽然还未发生本土病例，不过已经有20例境外移入病例，比较去年同期多了14例。尤其若是无做好防疫工作，真有可能会演变成本土天狗热。市府表示，防疫工作是全民的责任，大家要做伙努力，唔通轻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铁路地下沿线拆迁工程持续进行，不过5月因为拆到涨价的古镇，受登录文化资产所紧急法庭。对此，文书工作者嘛开始烦恼周边的地下水文无经过严格评估，纷纷定情。对此，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为铁路地下化唔通变成第2个汉路地下街来清明。议员王家珍甲林彦洲相互邀集铁道局甲市府地政都法定局处，都希望厘清台南铁路地下化拆迁工程挖出一口古井，暂时停工到底甲文化历史、环保等专家学者对着地下水文的顾虑，是指外界质疑性灾难，到达成共识，希望通演变成汉路地下街亭。我们台南的乡亲以及对台南市的整个有史以来的历史水文都那么关切的这些工作者、文史工作者，让他们在未来针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们在谈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公部门的意见会成为他们觉得是很有这个很确实的一个参考。显然目前是公说公的，婆说婆的。当时就是考量到说德庆溪，所以才会往西走。铁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铁路才会往西边走，就不敢往东边移。那为何我们的赖清德就一意孤行的要往东边去移？那往东边移的话，就明显的就已经碰到了德庆溪了。那你这样的话，那不是受海安路的翻版吗？对此，各局处分别报告铁路地下化应配合中央，包括都市计划、土地征收等环节，上要紧也是铁道局的态度。对此，副处长表示，针对地下水文的评估，过去伫审议过程拢充分的讨论甲公开辩论，而且依照因伫台北、高雄接运30多档的经验，用技术拢会当克服，认为议员是加烦恼的。地下水就是跟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个连风管一样嘛，它水位就是土壤里头含水，如果你把它凿个洞，它自然就会水会聚在那边。它是地下水是一个就是一个
水是一个平面的，都是一样的高层的啦。那今天它跟连通管一样，你哪边开挖，哪边你今天开挖，明天来看，它就会慢慢水就会涌过来，就会有地下水的出现。所以那个 NAGO 井对我们来讲是很正常的，并没有什么又因为一口气发现了，就导致说好像工程做不下去，应该没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啦。虽然铁道局认为专业拢会当克服，不过毕竟现在工程也在停工嘛是事实，到底当时当恢复工程也无定论。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协助弱势家庭囡仔冇机会再补好因的英语能力，缩低教育落差，议员陈嘉欣结合12间爱心企业等资源，推出快乐英文基地。了每礼拜2天，特别伫桂林美学馆进行国小1年到4年免费课后辅导和梦想起飞。在今年美国10档的留美硕士陈嘉欣，深深感受英语伫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所以当选议员以后，经过4个月走总，邀集12间社会企业推出快乐英文基地，选用富勒蒙教育基金会教材，未来免费替无钱补习的弱势学生加强。上午部分爱心企业甲培育的顾问拢到场见证，希望传递爱心，拥抱希望。传递爱心，拥抱希望。传递爱心，拥抱希望。这些爱心的企业跟我们有共同的理念，来帮助这些小朋友，就是弱势的小朋友，他们没有办法有钱去补习英文。那本身以前我也在美国待了10几年，那英文是最基本的，也是我认为说现在的小朋友大家也都知道说，从幼稚园从小就开始在学英文，可是很可惜的是。这些弱势的小朋友，他们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处理没钱，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学英文。所以我很希望说，可以借由我这边发起，然后来找一些跟我有一样共同理念的人来协助这群小朋友，让他们呢跟其他的同学没有这个落差，到学校不对自己要有自信，然后就是说他们有这个机会来学习英文。像白河啦、关庙啦、归仁啦，都很多弱势团体。看了很多，我们那时候我也有做了一个那个远距离教学，也是英文补习班的远距离教学。那个举办到现在还陆续连续还在举办，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教学方式。所以你侵入到很多偏僻的地方，看到你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还是很多。希望大家有些人是多多来参与。议员表示，因为伊出身南关线，所以甲桂林美学馆这场地一开始先限20位名额，请校长提供给受理好的学生名单，每礼拜2天进行免费的辅导，希望以后有更较侪资源投入，进一步扩大办理，让囡仔拢会当快乐轻松学英语。电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除了英语教育以外，台市教育局为活后一代会当提早接触到科技相关的教育课程，嘛特别甲咱在地知名的科技公司合作，安排适合的学生来设计听识，相当难得。现代化的社会，学生愈来愈需要知影电脑相关的科技知识，因此市府教育局特别甲在地企业课程科技公司合作，让学生学习家己写程式、家己制作影片。和科技的素养自细汉开始培养。AI 的时代来临，我们的生活其实会越来越多的改变。那一旦生活改变了，食衣住行娱乐因为 AI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在生活的样貌里面呢会做一些改变。那么一旦改变了食衣住行娱乐各行各业，它所需要的一个工作的技术呢，那务必也一定会跟着改变。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教育呢，为了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在各行各业未来能够那么更具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应该具备这些这个 AI 涉及到的相关的一个知识，其实不是只有 AI， 还有其他那么来从小来扎根。我们2年前大概连续也赞助了这个复兴中小学的这个机器人社团到美国。跟来自全世界超过可能几百个这种类似的团体的一个竞赛。那其实这个复兴中小学这个社团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会中教育局嘛来公布国小阶段运算思维教育的统一版本，互资讯会当统一起来，方便教学的老师来运用。这寡完整的教学内容，嘛会当互学生在学习上更加有方向甲目标。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2019年第次国际凌船锦标赛对6月3日开始进行为期5天的比赛。7号暗时进入总决赛，而其中奖金上悬的公开男子组大型凌船，最后由台南海事拿下冠军，抱走奖金30万，嘛为今年精彩5日节嘉年华画下完美句点。台东上届紧张刺激竞争嘛上激烈，就是公开男子组的大型凌船比赛。今年总共有38支队伍要来争取高价奖金。每一队的实力坚强，竞争过程相当精彩，吸引济市民前来观战。他们的领队都全部都是区长哦，从这里看起来假水道好像又领先了的样子，假水道应该是有后来居上的情况哦。从没有，这看起来又是这个丙水道。丙胜出，丙是北区区公所。不晓得。最后决赛由台南海事队以1分31秒外胜出，对市长黄伟霆手中抱走30万奖金，欢喜庆祝气氛嘛，互闭幕颁奖典礼海到上高点。第1名，台南海事龙舟队。Big congratulations to 台南海事 National Tenant。恭请我们市长为我们颁奖，总算今年最高奖金留在我们台南呐，不好意思南投了哈，谢谢您啦。Congratulations。天公作美啊，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快把这个奖颁了，大家赶快这个奖金拿，赶快去花去买东西啊，这最实在。对。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各位。今年第次国际凌船锦标赛奖金加价超过90万。7号暗时，教育局嘛感谢来自各界团体参与，期待选手明年再来车拼，做伙提升第次的水上运动甲团队精神。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联国际联百会对2014年6月重新开幕到今已经5天，吸引国内外超过600万人次，成功打造台南观光新的景点。而联百会为了庆祝佮开幕5周年，特别推出音乐展览，要用音乐来串联2个无同时代联百会。听到古早的歌曲，就参像是进入历史时期迄种风华。这是联百会为了庆祝5周年，特别举办以音乐为主题，展出历经30档台湾流行音乐的变化，其中包含绝版的唱片、金曲奖座以及各种年代播放器等等，拢让人感觉到相当的怀念。它不仅是一个百货，不仅是一个零售，它在台南有历史的意义，有文化的意义，所以我们觉得它是重新开幕5周年，是心中充满了祝福跟感谢。那在193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林百货已经引领了台湾的风骚。那这个时候，我们期待林百货在未来更多的5年，有一次又一次的，不仅在音乐上、文化上、创作上，以及甚至百货的模式上，都能够让
台南民众不仅是回忆而已。用四季善地春夏秋冬这样的概念来选曲，所以那时候就让我们的音乐总监吴金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轴的概念去选了4张专辑。那一直到目前为止，时光回廊还是这林百货在馆内播放的一个音乐。然后也很棒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音乐家的作品叫范仲佩。除了怀旧物品以外，林百货嘛缀上时代的流行，推出独家限定的快印机，搭配古水又阁有创意的设计，希望会当吸引少年族群前来，互会以变成相片带回去厝内作为纪念。互林百货5周年庆祝活动更加添袂少的话题。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将举办16、17届董事长交接典礼，由现任董事长徐国伦交接予新任董事长陈启水。新任第董事长长期担任家父中心的林永林，相当爱心，嘛热爱台语文化。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啊，庄严隆重的交接典礼。接住华时代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伫咧学生人数方面，煞年年成长，交出水亏的成绩单，趁着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举办着第16届、第17届董事长交接典礼。市长黄伟哲对着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大来学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华艺术科大在台南成长茁壮，而且这几年来是发光又发热。可以说是对于我们台南的文教以及许多同学学生他的一个受教权，他的一个未来人生生涯的一个规划，都有非常这个卓越的表现。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第16届董事长徐国伦甲第17届董事长郑启瑞，双方伫咧感高龄甲济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交接。落任的董事长徐国伦表示，扛下了一个重要责任，但是伊犹原会持续来关心着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新任的董事长郑启瑞也来表示，伫咧正前大家所拍好的基础之下，伊会予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变甲更好。即使面对着少子化的冲击，我非常的高兴，就中华医科大目前的学生将近。差不多还有9000位的同学，就会比往年还稍微多人增加了一些。这我想都是大家各界的肯定，还有我们学校同仁的努力。所以，即使带来了少子化的冲击，我们中华医科大就站稳了脚步，学生数不但没有减少，还有稍微的增加。所以我伫遮会期待咱的教职员生。大家会当较拍拼去招生也是提高咱的教学的品质提高咱可执照的执照率搁提高讲咱的就业率，伫全国看会当100%的要这是我伫遮的愿望。为着要感谢前任的董事长徐国伦这几冬来的辛苦，学校的音乐老师也特别准备了歌曲来献唱。整个交接典礼的现场热闹又个温馨。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乌阴有时阵雨，今仔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3度，落雨几率8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